相信拢比一支的啦，吼，拢比一支的。啊，咱讲呢，上盖困难。啊，咱大家呢支持素咱第一个原因是啥？因为伊是咱农民的查某囝，吼，是大人，你务农，吼，得做农啊。伊按查某囡仔开始的时阵，嘛是伫厝内在帮忙，所以做立法委员的时阵，伊就非常关心农民的生活，吼。那特别是啥呢？就是讲伊担任立法委员，伊是专职的。无去兼其他的工作，也无做任何的投资，就做专业的立委，安尼就对啦。思思念念，就是感念大家对伊的疼惜、对伊的支持、对伊的栽培，所以拢用伊的心全力奉献伫咱这个所在。所以我伫立法院，我伫行政院长任内，到立法院接受所有委员的质询的时阵。我感受到讲，伊对农民非常关心。第一项，包括讲伊对这个农水路，要求非常高。因为咱彰化县，特别是咱这个选区，真济所在农民的农水路其实还未创好势，所以呢，伊要求农委会对彰化农民上界关心的农水路，一定要排伫第一位。那第二呢，咱真济农民，农民是河川地咧耕作，嘛是咱单数个委员，要求农委会开放。虽然讲农民伊是伫咧河川的这个水道内底咧耕作，嘛应该爱具备担任参加农保的这个资格。那特别是要求，清德啊，已经爱推动农民的职业灾害保险。咱大家拢知影，虽然讲会当参加农保，但农保并是逐项拢有保呢。特别是咱农民若有意外的时阵，是无伫咧保险在内。所以呢，咱所有的委员要求行政院应该爱推动农业职业灾害保险，现此时呢嘛已经实施啊。所以，请大家今日来到咱彰化。甲咱各位父老乡亲是大拜托，咱一定要全力支持农民的查某囝，有那是顾咱农民的立法委员陈素元，互伊高票当选连任。快门即摆电金，喂，我知影时间到啊，电金条足紧的吼，48支持度。投票就咱即马投伫6.7%，所以甲现在剩26%。咱投票都无够的时阵啊，到时阵连立委都影响着。所以即马咱上重要课题，大家回去的时阵，小招小带，老店招老家，厝边招厝家，阿母招阿爸，大家来参加咱出门，咱所有的后援会安好啊无？啊，一定来鼓励大家，一定来出来投票。咱大家斗宣传，你若支持蔡英文，一定要出来投票；你若无出来投票，就是支持韩国瑜。若韩国瑜当选，大家后悔就袂负，安尼对唔对？所以讲，一定要拜托大家踊跃来支持来听。